後來鄉親繼續來看，有一個62歲媽媽，這30多年來，甲伊阿姊輪流照顧着慢性病的查囝。昨這媽媽塞車載着查囝甲阿姊，為高雄出發，要去屏東拜拜，想袂到伫半路自動出車禍，熱心的民眾向前來協助，結果發現坐裡的副駕駛座的查囝無反應，已經死亡，就報警來處理。這當中有一寡疑點。到底姊妹兩個人判這屍體判偌久咯？為什麼無馬上來通報？這攏要等檢警調查釐清。轎車速度無緊，抑閣愈剎愈偏，煞來弄到路邊烏托邦甲蜜蜂菜機啊！真儕人聽到聲了，衝出來協助，抑閣已經發現講，一個副駕駛座這個小姐敢若無開啊，趕緊報警。人呢？他是什麼狀況啊？救護車趕到現場，熱心的鄉親協助指揮。警消證實講，這個小姐已經過身啊。剛才看我面碰起來，我唔敢歪，伊也演出啦，對。很聳動啊，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。自動的車禍發生後，現場鄉親講，這個駕駛閣想要走，大家趕緊家己也調咧。代表家有的安尼啦，才發現裡面講敢若有一個紅地死。屏東新園的中和路發生恐怖的事件，警方一直調查62歲姓陳的小姐，平常時間這個輪流照顧有慢性病的查某囝30多冬，塞車為桃園路南，昨要去屏東拜拜，結果發生車禍。有想到要還魂這件代志，發生這件事已經精神有點狀況不是很好。死者老母甲阿姨強忍臭味，塞車到屏東，聽到大家在講，出面陪會。來到這要來東七德送去病院啦。初步了解，這對母仔囝平常時是有路無厝，攏住佇車頂，所以講車頂囤面罩被甲各種的生活用品，因為無固定的戶籍，無法度申請補助。陳女無受傷，經酒測無飲酒。年輕人死亡，嘴巴張開。這個應該有先天性的問題啊！看屍斑出來，你個往下懷，電下你就知死一點點啊！一場自動的車禍弄出判死案外案，到底敢是像死者老母所講的，塞車塞到一半，才發現因查某囝死去？這兩個判死判幾工啊？確實的原因，攏需要過進一步調查。